些跳路片，就是问法土用样板语，法土讲，个活过了攞写过，就跟你唐人讲秀爱，我认为安阳县的是个法土上面对粗糙修条时啊，很棒的是。个五岳相关就是对个法土事情好啦，像个写是就个书就教本个五岳啊，个五岳加本上就讲，哎，给你学有法土很强，就个基本上法土有对粗糙修条时，像个模样个就书本调去，葫芦都就笑。小些五岳就直走落去，是不压到一压，是压住个压盖的，我穿下去。我杨姐啊吼，这西句啊，你知无？华佗嘛。法土啦。华佗。是啦。哎呦，我反正讲过这个事情，你讲出来你不相信，不是？我7、8岁这是，我7、8岁是开始种田。是种田开始种，我8岁的时候帮我妈妈上采番薯，到9岁到10岁的时候开始犁田，哦，到11岁就可以插秧，有吹那个箫子的。哦，吹那个有啊，那什么有机会淹没了嘞，这样子的，他会吹那个他会来乡下哈，会吹那个箫子的哈，吹箫子，然后吹那什么鸡窝烟什么这样子的。大部分叫他哦，如果叫他的时候还没有叫的，他就会去一家去问了，叫吹箫子，如果说吹箫子，然后天进来了，他会不叫他来，大家就会准备。哎，准备这样子。音调很好听啊，因为他那个小时候这个跟我们现代的垃圾车是一样的，有那个。大家就知道倒垃圾的时间会有。机人出现了。对，他是拿着个笛子走在那个村子以前走的，然后然后人家这个听到就出来，过来，我这边要椅子。他是用那个来。因为以前电话不普及，对不对？而且阿爸他从来没有做过招牌，对不对？没有。都是靠口碑，对吗？对，因为后来他都会赶在科技能够进步的时候，赶快第一个做。有脚踏车，他就赶快第一个买；有摩托车，赶快第一个买；有电话，他就赶快在全村子都还没有的时候，赶快还弄一个电话来，让人家能够。所以他是非常重视这个行业。这几多是200人的，200年的。200年是啥呀？你也爱去甲做啊？你也个人爱去甲做啦。手里去多是爱讲修啊。你爱养盖子，就一天用来种，用眼剪你也做唔得，用线去做个手啊也做唔得，是用种这样用得。你是这帮人呢？个杂做鱼、杂做白，开下卵就用啲出来，牵个落去，是下卵就用啲好油啊，牵个落去，按手就会做得。你法学讲，习惯做啊，
武器管啊做得，吞管啊做得啦。哦，特别爱讲修爱把修了吼，修良机哩的，爱动爱摸些摸上自己，你就提起出来，就好柔啊，就摸按柔啊，就提起柔啊，样子。哦，俺就可能洗下来，俺就拿点提起柔啊来修，唔是跳花。我个是良机来讲，佢你那个太下来谈嘛下来。cái vô còn có họ thu hoạch đi vô bằng cái nhiều theo của anh nan à ngay từ vẫn có kỹ thuật 几时自家做么14歲？14歲。係都要寫你啦。哦。將阿公我攞現嚟會有呢個希望啊好啊。哦，有睇你。有睇你嘢啊。哎呦，好嘅啊！幾時9歲就開始，哎呦，我來割摸割，先將丟人放摸了哈。哎。放好一些，愛公錯了。哎。放好，你任何一些弄個回去，俺哋要放摸。要放摸啊。放嘛是。將你切割了哈，我講好啊。哎。割啦就將切割啦，將大枝割了哈。哎哦。將佢一割落。痛嘅我將愛好老好啊，將你是燒好啊好啊，咁樣子啦嗬。佢講嘿，我講好個冇有，一減啊嗬。我愛飲一家咯，你愛一家53分鐘，53分鐘，50個就當飲嗬，你。用你就飲2千張，用你就飲2千張啦。你呢度已經飲冇啊，呢度已經飲人多唔多？呢度嗬，所以飲200張150咯，呢度800係樣嘅。我呢度飲300人。呢度呢用5嚿，我抹係5嚿喎，就我小本嚟5個，我錯落就燒啊。去包就錯了，都啊！知道他要到10張，哎呦，好些的行啊，就要嗰個菜的，佢摸得了好些的吼，唔會行，我錯了先錯前面，好下先啦，等自己的，跟幾日先行嘢先出來，就謙啊，唔會謙，唔會行啊，前陣子啊，阿英講哦，你自己看故事啊，哦，讓伊多幾年，按照10年哦。讓9張，10萬張咯。啊！cái chu pha tử一抌吼，chu個發子啊吼，應該從3抌開5樣，cái黑卵嚟講吼，cái黑卵嚟時啫吼，cái就唔好去拖嘢寫寫吼，拖拉褲是拖拉褲，你拖拉褲，一刀係唔知。流水这样抹了72年呐。哎呀，他曾经跟我讲过，他有2个愿望，一个是能够希望能够好好的念书，但是他没有得到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他曾经想，假如他能够的话，他也要当一个戏子，平安戏的演员，这是他的愿望。在演平安戏的时候，哇，他很虔诚，他会一开始，然后他就坐在那里一直看到结束，然后到隔壁村有演平安戏，他也会骑摩托车去看那个平安戏。哇，我的天哪！他所有的历史、地理、所有的相关知识都是从这个平安戏里面得来的。他甚至跟我讲，哎，长城不是倒了吗？孟姜女不是把它倒了吗？怎么会还有长城呢？他的所有的历史地理通通都在平安戏里面。有一次玩这边是那个叫做中原大拜反杀大军那一年，完全村子的人有两个，一个是平安戏，另外一边呢是叫做现代舞脱衣舞，整村子的人都在看脱衣舞，这边我也看这边，只有他在看平安戏，只有一个人他就很认真的在看平安戏。你看他对
平安系的死，还有到这样子的程度，旁边已经在脱衣舞，全村的人在看他，都会定住，而且眼睛都没有转过去。只要有戏必看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认为是戏迷。你想想说什么？挣钱只有钱呐！挣钱只有钱啊！好看就看到这。国发真善良，你讲我有我困起来个弄我，我将答应去的，我咩唔敢无答应的，我做你中国暗的，阿咩啷个？你赞同啊？还同意啊？还有蛮好嘅，我听着都。你们看，这样该还是问到安样吧。我来让他做家头的不啊。好。跟阿公出门过的，应该会。抓是会抓。กดเลย 然后把它勾进去。你要是了要停一股啦，你要停一股你按挤嘛去吼，搬下来，唔割落个骨头吼，基础按就割得落啊。割到骨头是割不进去的。用快乐的时间，就用你的夹个木个夹个白菜。爱久的深秋了是鱼仔啊，哦，因鱼仔多一样。
嗰啲係五味啲貨咧，看唔到一樣講。白睇嚟先啫，像而咧用啲係手工啊，手啲黑卵，啲黑卵手到來，你係種木啊嗬，將按留嘅黑卵留到嗰些按手起來，將按樣手啦，按樣先啦，將按樣手啊。哦，你聽說係按做啊，唔知啊？你叫你手指小弟叫袂聽通哦，你莫緊聽通，點哦，你兩隻手指好啊，按樣放，按樣你啊，袂上袂下按樣你。它是要把它套进去，套进去之后，然后把这个抽一抽，然后它就会跟它的身体脱离，了解吧？这个特别大。它鸡冠就会可能会垂下来吧，因为它就会缺少那个男性荷尔蒙啊，然后这个鸡就会变得很乖啊，就不会发情啊。会有第三颗吗？不会啊，它只是检查一下它的那个胃、肠子啊有没有摆整齐啊。很大。难怪每一个手势解释都风风雨生。痛的要死。哦，笑眼偏了不行。难道虾一样会有？是，没有吧？现在要这个胸口好一点。 OK。干嘛呀？伤口弄。哦，有到，有到。哎呀。好。是心目爱係別個人呢？錯地差檔，近來當威風，哈哈！地底下邊長山歌，山歌組七八條，唱過了一山又一山，上到露台，從一條頭髮快啦。